不轻易发怒，不计善与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
谢谢林一心跟黄文浩。是生命。
就没当预料。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要结束我们在世上的工作，要到天上去。那谁能够到天上去呢？重点来了哦，我们有人去烧香拜佛，有人会去敲鼓吼，有人会去做功德，逐项呢都要努力。但是咱只甲咱确定讲，耶稣才有这个气力，通带咱入去天国。在批布士过这条经节，伊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世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他得救。意思讲，只有耶稣这条关才会当通过，你到天国永享福气，永享恩典，会当得救就对了哈。咱对不起哈，咱台湾有一个牙医师他去德国。要入关的时候，德国的海关说：“你这你台湾的 passport 来这自动通关。”他把他的 passport 立起来，他就出去安尼吼。伊讲伊足公平的，哇！这台湾的护照较好用安尼啦吼。后壁我有不来中国的游客讲：“安尼这嘛，伊咧行可以去做啊。”行去讲，你中国歹势，你去排队安尼吼，排队。台湾的护照全世界前几名的呢。让人看看地图哦，好，你要入一个国的国境，你要进入一个国家你没有护照就不行了。我们玉琪姐伊后生因为我顾客伫韩国，我一本护照去无去的，我偷体去哇，紧我来去找看，咱台湾的护照，台湾护照足价值的，有人偷体去一本卖几6万块呢。好，你要护照才能够进到一个国家，请记住哦。我们今天庆祝耶稣生日，我们有很多热闹的节目，而且人家还有那么好的奖品这个都是娱乐节目而已你要得到这一本护照，你要得到这本天国的护照，你来这比较简单。那我们基督徒呢，已经确信你得到这个天国的护照。那么遥相所有的朋友说，我们今天一起来庆祝，确认你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国民的身份，你要得到这本护照。好。台湾出生了，你就有护照，你办护照，你可出国，很多地方可以免签证。但是呢，要上天国，到天国的护照只有一个无人给你推荐，你讲律师你给我签一个名好不？我推荐者，我摕一张来去天国有法，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你就可以进天国，这本护照。Thank you.